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北凉王徐骁除了有2儿2女之外，还有着6个义子的存在。相比几个女儿，这几个义子的结局更要复杂一些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6个义子的结局。第一位陈之豹，首先就是6大义子当中排列第1的陈之豹了。作为6义子之首，陈之豹被人称作小人徒，是除了徐骁之外北凉军中声望最高的人。陈之豹也是最有希望竞争下一个北凉王位置的人。不少人都觉得他如果成了北凉王，一定会比徐凤年更强。陈之豹在春秋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尤其是在西垒壁之战拿下胜利后，被称作是白衣兵仙，雪中沙场上用兵最神的人物。徐骁封王北凉时，陈之豹在军中不争不抢，也不参与任何党派的战队，但偏偏这样的他却是最可怕的，什么都不争，却什么都可以得到。陈之豹在徐凤年继位北凉王之前离开了北凉，去到了西楚后封王，成为了蜀王。在北凉和北莽大战时，陈之豹被预测是北凉的后手之一。如果徐凤年败了的话，那么陈之豹会过来接替北凉王的位置，带领北凉再战北莽，而徐家人也会在他的帮助下安稳一生。只可惜后期的他消失了，直到结局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第2位叶锡真，作为6义子之一，叶锡真的师傅是赵长陵。当年的赵长陵就一直看好陈之豹接手北凉王的位置，所以作为弟子，叶锡真也是继承了师傅的遗志，看好陈之豹成为北凉王，为此不惜去收买刺客，刺杀徐凤年。徐凤年在北莽历练时遇到的刺客薛宋关，就是叶锡真和姚简花了500两黄金请过去的。徐凤年的位置也被他们给透露，如果不是后来楚禄山也花了500两买徐凤年生的话，徐凤年或许会真的死在薛宋关的手中。事情败露后，叶锡真被徐骁赐毒酒而死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北凉王徐骁有6个义子，这6个义子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第3位楚禄山，楚禄山在6义子当中的才能仅次于陈之豹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。虽然长得肥头大耳，在江湖和庙堂上名声狼藉，但楚禄山对徐家是十分的忠心，对徐凤年也是十分的喜爱。楚禄山曾在春秋战争时期为徐骁挡下了11刀，徐骁曾许诺他可以犯11罪而不死。楚禄山虽然对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，但他对内却是最忠心的人，曾言自己换女人、换衣服、换厨子，但唯独不换主子。最敬重的就是自己的义父，义父死后最心疼、最重视的就是弟弟徐凤年了。为了给徐凤年分忧解难，楚禄山每次都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自己。两莽大战时期，楚禄山镇守淮阳关，牵制了北莽董卓40万大军，给据北城分担了1半的压力。大战结束后，楚禄山手持2刀驻地，坐在一大堆尸骨上，生死不知。第4位姚简，姚简和叶锡真一样，也一直看好陈之豹能够接手北凉，十分相信黄三甲所说的那句白衣一并斩蟒龙的说法，又想成为北莽国师麒麟真人那样的人物，于是和叶锡真一起花了500两黄金买薛宋关去杀了徐凤年，给陈之豹登临王位清扫障碍。但刺杀失败，徐凤年活了下来，两人买凶刺杀徐凤年的事情也被徐骁知晓，所以没有活下来的机会了，被徐骁赐下毒酒后喝下毒酒而亡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北凉王徐骁除了有2儿2女之外，还有着6个义子存在。相比于几个女儿，这几个义子的结局就要更复杂一些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6个义子的结局。第5位元佐宗，元佐宗是春秋战争时期战功被最低估的一位。在有着中原定鼎之战的西垒壁大战之前，如果不是元佐宗带着1万轻骑以送死为代价拖住西楚的4万重骑兵的话，当时的徐家军根本没有机会赢下这一战。这次的战斗，谁去妃子坟谁就等于送死，但元佐宗还是去了，最后1万骑兵几乎死绝，元佐宗被后来赶去的陈之豹从死人堆中给拉了出来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6个义子当中，元佐宗保持着中立，不过他也始终忠于北凉和徐家。在徐凤年登上北凉王的位置后，元佐宗也是他身边最大的帮手之一，除了在带兵作战能力上十分出色外，元佐宗的武道实力同样不弱，有着天象境的实力，甚至刀法还被王先知称赞过。第6位齐当国，齐当国是6位义子当中最憨厚老实的一位，也可以说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，但他却是人缘最好的一个。当年徐骁的徐家军刚组建不久时，吃败仗也是经常的事儿，每当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留下来垫后，齐当国总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他一直认为自己对义父是最没用的，所以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影响，对人真诚憨厚。或许也正是这样，他才会成为陈之豹唯一认可的朋友。齐当国对于徐凤年这个弟弟也是十分喜爱，每年过年都会向徐凤年讨
草药对联儿，然后视若珍宝一般挂在屋前。龙眼儿平原一战，齐当国死在洪敬言手里，徐凤年赶过来为齐当国报仇，以硬吃拓跋菩萨一拳为代价，将洪敬言给击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